续关心其他消息，这是屏东民雄工厂大火，即马也有一个姓部的员工也未找到，即马消防人员继续来找找。另外，内政部长林右昌昨昏有去立法院，针对这个事故进行专案报告，伊嘛有提出6大改善措施。 家属伫现场是等甲足着急，民雄大火发生了第6天，还有一个细部的班长还未找到，因为进前主要是找伊做工课和董事长叫起来的所在。这次消防员改方向，搁入去找。天花板打碎，然后让我们的机具可以进去，然后把这个原来跌落的大型的机器拖出来，再更仔细的来搜寻我们这位失联员工。大型机具清理现场了后，消防人员是一个去找，大火造成100多个人死伤，其中是包括4个殉职的消防人员。民雄是答应要另外赔偿。董事长张大嘛第一摆去灵堂念香会失礼，但殉职消防员施宝上的家属无法度原谅，独家拒绝。能够帮忙的地方，我们一定会尽量协助。我不怨任何人啊，只是讲当然事后知影讲民养也工厂迄个公安这差劲了，真的是要改进了，以后较袂伤亡。 内政部专案报告讲，民雄是工业仓库，但屏东消防局却无列管。另外，民雄最近一摆的消防安全设备的检修申报是伫去年的11月中，查到炮火起过期才缺失。虽然业者2月已经改善，但消防局拢还未复检。厂商回报是有，那消防局委员了解说，我们现在人力的问题。哦，所以是因为人力不足，所以现在还没办法，还确认说。 去做复检。针对民雄管理的缺失，内政部长林右昌是提出讲，包括各工厂的作票、化学品和危险的物件这资料，全乎119指挥派遣系统等等。另外，官府嘛讲，民雄伫申请执照时阵是故意申请4类这一般的厂房，无申请 I 类危险物品类的场所，这造成消防安检的等级差较侪。用 I 类申请的话，它所适用的法律。 应该是简称为《危物管理办法》的相关的一个规定。那这个时候，它的消防安全检查又是不同的等级。民雄的监督责任向来负，中央地方即马无共调。经济部嘛讲会和官府讨论以后强化联合稽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